Hello， 大家好，又係安格斯。緊接上次介紹咗大鵬、惠州同埋河源3個旅遊景點之後呢，今次視頻呢將會繼續向東北方向移動，沿海東行，再介紹3個地方嘅，分別係汕尾、汕頭同埋潮州。由於呢3個地方呢，我係回程時候先至去嘅啫，咁所以呢次介紹嘅次序呢，就會先係潮州啦，之後汕頭，最後係汕尾嘅。潮州係廣東省東部一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素有嶺海名邦嘅美譽嘅，係潮州文化嘅發祥地，亦都係著名中國瓷都同埋世界美食之都之稱嘅。既然名為世界美食之都啦，我哋今次喺潮州呢個目的咧，自然都係揾食啦。為咗方便揾食呢，於是民宿嘅地點呢，就定喺潮州古城嘅裏面。潮州古城咧已經有1600多年嘅歷史㗎啦，因此城裏面咧依然保留住好多古舊嘅建築。城內規劃咧仍然完整保留住外曲內坊啦、4橫3縱嘅宋代街巷格局。核心區域面積約3平方公里，就好似我哋今晚住嘅民宿咧，亦都係古代4合院房子改建而成嘅，非常之有特色。但係個人覺得城裏面最特別嘅呢，莫過於呢個潮州牌坊街。呢個牌坊街呢，係潮州古城嘅中軸線嚟嘅，全長約1948米，係現存23座明清風格嘅石牌坊，係國內規模最大古牌坊街，被譽為中國牌坊第一街嘅。自唐宋以嚟呢，潮州人才輩出。明清時期咧，為表彰科第、宦職、忠義而建坊成風。如今嘅牌坊咧，多為2009年按圓形制完工藝復建嘅，每一座咧都對應一位歷史人物。如狀元坊咧，為明代潮州唯一文狀元林大欽而立嘅。四進士坊紀念銅榜4進士，彰顯潮汕民風鼎盛。世界美食之都嘅靈魂所在，自然係指潮州古城嘅美食啦。潮州白粥、滷味、砂鍋粥、春餅、牛肉火鍋，可謂包羅萬有，真真正正嘅吃貨天堂。我哋第一晚呢，就試咗砂鍋粥同埋滷味，味道都 OK 嘅。第二日呢，就品嘗咗潮汕牛肉火鍋啦。因為我哋帶住肥妞嘅，所以呢都唔可以隨便揀我哋想去嘅火鍋店。所以咧就冇感覺到咧呢度嘅牛肉火鍋咧比深圳好食得多啦。大家有機會嚟嘅時候咧，就可以慢慢做好功課咧，先至幫襯嘅。古城裏面咧，除咗美食咧，亦有唔少特色嘅店鋪啦，可以買啲小禮物做手信。因此，只係呢座古城咧，大家慢慢一邊行一邊食咧，亦足夠大家消磨一日時間嘅。喺古城旁邊咧，最著名嘅景點咧，廣濟橋。其實係好值得一去嘅，只係咧我哋去嗰日咧就係好大風嘅。喺入口處嘅工作人員話咧，今日咧就唔會有拼船連橋嘅安排，加上我哋帶住肥妞咧，所以就冇上橋參觀啦。沿海南下咧，喺汕頭我哋就決定上南澳島玩玩啦。
南澳島咧係廣東唯一嘅海島縣，隸屬汕頭市，地處閩粵台三省交界嘅海域，素有閩東屏障、閩粵咽喉之稱嘅。全島域咧為國家4A 級旅遊景區，係熱門嘅濱海旅遊目的地。雖然咧話就係熱門嘅旅遊景點啦，但係要登島咧都唔係咁易嘅，因為上島必經嘅呢座南澳大橋咧，全程11多公里，好似喺國慶、五一等國家假日咧，遊客眾多，就容易造成塞車呢個狀況啦。好似我哋今次咧，無論係登島抑或離島啦，單係喺呢座橋上面咧就塞咗30分鐘左右。要嚟嘅朋友咧要絕對留意呢一點啦。基於花太多時間登島啦，到達南澳島嘅時候咧，天色已經好夜啦。由於選擇唔多咧，即使喺雙月灣嗰陣時食海鮮踩雷啦，但係都係選擇食海鮮啦。好彩咧，整體嚟講咧就比雙月灣個時候咧就好得多。當中比較出色咧就係呢度魚丸湯啦，另外豉椒炒蜆都非常入味，椒鹽螺味道好 OK 啊，鹹度適中。但係椒鹽瀨尿蝦咧就普通啦。海膽炒飯咧同樣都唔係太食到有幾多海膽嘅，所以評價一般。我哋今次喺島上面主要就係揸住車啦，沿住環島公路咧環島遊一周。有好睇嘅景點咧就停低落嚟啦，就好似島上面嘅貝沙灣、青澳灣等濱海浴場咧，夜晚咧就係吹住海風唞涼嘅好地方。日頭咧就係水清沙，又可以進行各種水上活動嘅熱門景點。對我嚟講咧，呢度啲沙灘咧好似比唔上雙月灣或者順寮灣嘅，但係至少咯都比大久嚟咧感覺都 OK 啦。島上面咧有唔少燈塔為主景點嘅，但係呢個三煙槍燈塔咧，則係南澳島裏面咧最具辨識度嘅打卡點之一。紅白相間嘅燈塔咧，轟立喺懸崖上面咧，形似士多啤梨雪糕。傍晚時分咧，可以影到燈塔同埋日落同框嘅絕美畫面嘅。可惜今次我哋嚟咧天氣一般咧，就影唔到日落美景嘅畫面啦。島上面有歷史價值嘅觀光點咧，可以到金銀島嗰度行下。呢度係咧以奇石林立同埋海盜傳說聞名嘅，沿海棧道遠亭，風景獨特。島上面咧怪石嶙峋，海浪拍岸，極具出片效果。喜歡探險同埋攝影嘅遊客咧，係更加適合嘅。喺金銀島旁邊咧，就有一處南澳嘅總鎮府。喺呢度咧，可以多加了解南澳島嘅歷史啦。府裏面咧有一個名為閩粵界嘅界碑，中意呢類喺邊界地方打卡嘅朋友咧，就不容錯過啦。對我自己嚟講咧，南澳總鎮府旁邊賣海產嘅地方咧，嗰啲魷魚絲同埋零食咧，意外地咧就味道唔錯㗎，可以買啲翻去做手信。值得一提咧就係呢度嘅紫菜咧非常新鮮嘅，買翻屋企咧煲湯嚟食咧就非常之鮮味，極力推介。南澳島嘅海產咧非常之豐富嘅，從尋晚咧食海鮮就睇得出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試試喺度食生腌。生腌呢種食法咧係最能夠品嘗到海鮮嗰種鮮味嘅方法嚟嘅，重點係廚師調製嘅醬汁同埋海鮮嘅新鮮程度。呢一間店嘅醬汁咧調製得非常之好味嘅，我就比較喜歡呢度嘅魚皮同埋海蝦，蝦肉咧晶瑩剔透啦，帶住海鮮嘅清甜，配搭檸檬片同埋香菜咧清爽開胃。生腌呢種食法咧雖然好味啊，但係始終都係屬於生食嘅。腸胃敏感咧就建議試少少就好啦。第一次食咧可以配搭白粥一齊食用。總括嚟講咧，南澳島嘅海產咧係佢最大嘅特色。假期想揾個地方休息或者品嘗海鮮咧，呢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去過汕頭啦，自然就要去汕尾參觀一下啦。汕尾咧係廣東省核地級市，位於廣東省東南部沿海，南瀕南海啦，與台灣隔海相望。汕尾景點非常之多噶，例如紅海灣啦、金丁灣、風車島、玄武山同埋紅宮等啦，都係景點非常之有名嘅。基於時間嘅關係咧，我都只能揀幾個去睇睇嘅啫。既然係沿海遊啦，自然就要到訪汕尾嘅海灘啦。我哋嚟汕尾嘅海灘名為金丁灣，
揀呢度嘅目的，除咗海灘旁邊嘅酒店配套成熟之外呢，喺海灘旁邊呢個風帆禮堂呢，係極大嘅吸引點嚟嘅。純白嘅建築配搭海天背景，係金丁灣嘅網紅地標。喺清晨或者傍晚光線柔和嘅時候，去呢度影相呢，效果係極佳嘅。至於呢個擁有7公里月牙形嘅原生海灘呢，環境之美呢，個人覺得比南澳島嘅海灘呢就靚太多啦。據資料提供啦，沙灘嘅沙粒直徑少於0.2毫米，非常之適合赤腳漫步嘅。就當日我哋喺呢個沙灘上咧，亦都逗留咗好耐先至走噶。期間咧，不論喺沙灘啦，抑或係嗰個風帆禮堂嚟打卡拍照嘅人咧，都係有增無減嘅。可見喺呢個景點嘅魅力所在，極力推介大家嚟呢度行。即使上一集喺雙月灣嗰啲海灘旁邊食海鮮踩雷啦，今次係因為呢個海灘嘅好感度咧，就決定喺呢個海灘旁邊嘅海鮮館食晚飯啦。始終有陰影嘅情況底下咧，今次就唔敢點魚食啦。除咗椒鹽瀨尿蝦之外咧，其他幾道海鮮咧味道真係好唔錯，所以喺呢啲景點嘅地方食海鮮咧，都係要碰運氣嘅。既然喺汕頭上面就上咗南澳島啦，嚟汕尾就上風車島玩下啦。未登島之前呢，連接陸地同埋風車島嗰8公里長嘅公路，已經係極之有名嘅打卡點啦。兩側嘅海水咧，因為深淺唔同咧，呈現藍綠雙色海嘅奇觀。因為公路兩旁景色太靚啦，而且公路上面都停有唔少賣飲品同埋咖啡嘅餐車，所以我都忍唔住將車停埋一邊啦，帶肥妞落嚟咧買啲飲品休息下，一面欣賞呢個公路兩旁嘅美景。餐車嘅店主仲熱情咁邀請我太太同埋肥妞咧上車頂影相留念添。沿路登島啦，就發現呢個景區咧依然係開發緊嘅。喺空中觀察咧就更加肯定啦。所以現階段咧呢個地方咧都係免門票嘅3面環海自然景區。當發展完善之後咧，就唔 sure 可唔可以繼續免費參觀嘅喎。汕尾個風車島地理位置係廣東省汕尾市紅海灣與碣石灣交界處嘅施工寮半島。因為島上面咧就屹立住巨大嘅白色風力發電風車群而聞名嘅，素有粵東麒麟角之稱。呢個島咧3面環海，總面積咧大約13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28公里，係一個全天候開放嘅原生態自然景區。島上面風車群咧係廣東省裏面為數不多嘅風力發電群之一，與碧海、藍天、白沙灘共同構成一個東方愛琴海一般嘅夢幻景觀。基於島上面嘅旅遊配套仍然發展中啦，嗰個原生態嘅海灘呢，人少清靜，食肆唔多。我哋喺沙灘上面呢，都只係揾到一啲提供小食同埋凍飲嘅小店，所以打算喺島上面享用美食呢，暫時就未能。雖然喺島上面呢，就揾唔到好嘢食啦，但係風車島附近一個地方呢，名為2馬路嘅地方呢，係美食聚集嘅好地方。咁我喺度呢，都揾咗一間專食生醃嘅門店，但係呢，試過就遠遠比唔上南澳島嘅生醃啦。始終都係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想品嘗新鮮嘅海鮮呢，喺海島上面呢，都係比較機會高啲啦。視頻早段呢，就提到汕尾其中比較出名嘅景點呢，係紅海灣海灘。呢段時間呢，都去得太多啦，所以今次就決定到訪紅海灣旁邊一個著名景點海上古堡。到達嘅時候呢，就發現呢度呢係一個廢墟重建嘅景點嚟噶，感覺呢仍然係發展中一個景點，所以同風車島一樣呢，都係唔需要門票噶。據資料顯示，於2023年4月，當地政府以修舊如舊嘅方式呢完成改造，加固建築主體，並增設保安設施，將其轉型為集觀光、咖啡休閒於一體嘅特色打卡點古堡咖啡。至於旁邊呢座海上古堡呢，雖然係免費參觀，
但係呢種僅限於喺外圍打卡拍照，係唔可以入去裏面參觀嘅。既然係咁呢，就唯有出動航拍去睇睇呢個海上古堡啦。汕尾嘅呢座海上古堡呢，係位於廣東省汕尾市紅海灣遮浪半島嘅一處網紅文旅地標。原為20世紀70年代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建設嘅潮汐發電站試驗塔，後面因為技術嘅遷移廢棄嘅，經年風化後形成極具工業廢墟美學嘅海上古堡景觀。古堡呢，斑駁石牆、殘破拱門與碧海藍天構成強烈對比，融合工業風與自然力，被譽為大海邊緣的孤獨史詩。個人推薦呢，就接近日落黃昏時到訪，喺嗰段時間呢，光線柔和，適合呢低機位廣角拍攝巨浪與古堡嘅視覺張力，同埋日落時逆光剪影，感覺極具史詩感。咁呢集介紹3個地區嘅景點呢，就到此為止啦。下集呢，會繼續沿海北上啦，終點直達福建嘅。有興趣嘅朋友請多多支持啦，拜拜。